即马伫倒位？毋知影为虾米时阵开始，我来到这个荒废的所在。我的故乡，才会变甲安尼啊！所有的人呢，阮一直行，一直行，所有会当食的、会当啉的，拢是风沙。阮咧找一个做美丽、做理想的所在，一个人甲自然永远袂变款的所在。所有的希望拢无啊！敢讲阮永远拢是这么自私、残酷，为了家己的利益，阮破坏自然，互相的伤害。这个世界就像迄恶梦同款，永远伫遐轮回。这是谁造成的？这是谁的责任啊？我听到，真侪人伫咧喊，真侪人伫咧喊。我想起来，北岛、战争、大自然的岛，已经完全失去控制。若是讲阮阁无愿意甲切，这个世界，